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大家拢咧讨论年底四大公投，毋过你敢知影这四个公投拢是啥？在讲啥？娃娃 TV。这四个公投是有关所有台湾人，包括你甲我未来10年的生活，所以这个公投介重要，大家爱认真了解了后才来投票，毋通黑白投了才来后悔。头一个公投是要重新启用即卖伫新北市封起来的核事，核能是一种足危险的能源，若是一无注意，住伫迄附近的人拢会足危险的。咱看日本福岛核灾就知影。何况核事当初起的时阵就无起好好，而且核事已经起20栋啊，内底足侪物件嘛拢已经生銑啊。大家想看觅，恁兜仓库有一台放了20栋拢无保养嘛无发动过的车，即马雄雄叫你开出来，你敢加开？所以若是要重新启用，就要开差不多10档的时间来修理。就算修理好啊，嘛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核事下骹有断层，所以若是地动起来，遐会足危险的。若是万一发生不幸，甲日本福岛同款发生核灾，要安怎？生落来囡仔、动物拢会畸形。住伫遐附近的人嘛，较会着癌，这是会危害到所有住伫北部的乡亲，包括新北、台北、宜兰、桃园、甲基隆哦。而且台湾遐细，若是严重的话，无的确会影响到全台湾。所以大家敢要放一个无定时的炸弹伫恁的家园，尤其是北部的朋友。另外，核废料嘛是一个问题。即马无县市愿意互核废料放伫因遐，所以若是要重新启用核事。这核废料要放伫地嘛是一个问题，无安尼好啊。这案若是过，咱看倒一个县市同意的人上济，核废料就放因遐好啊。我感觉安尼介公平。所以大家若是无爱家己的家园有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嘛无爱核废料放因兜附近，安尼这票就爱转无同意。第二个公投是要甲即马伫桃园底起的第3个天然接收站刷走。大家敢知影上怎要起第3个天然接收站？因为2023年甲2025年，即马咧使用的核2甲核3就要除役啊。另外，北部阁有一个较老的电厂嘛，伫要除役啊。所以，这个接收站若是无起来，北部就会有欠电的风险。遐需要用到足侪电的产业，亲像台积电、联电，也是足侪工厂，就拢会无电通用。咱热天可能嘛会无冷气通吹。若是要有电的，全台湾就搁爱开始烧土炭来发电啊！这会造成空气污染，空气会变歹，大家着肺癌的风险嘛会增加。何况天然气是上安全、上清气的发电方式，伊袂像核能有辐射的危险，嘛袂像烧土炭同款会造成空气污染，所以选上天然的天然气就对啊。根据政府的资料，这第3个天然接收站差不多2025年就会起好啊，拄好会当补遐除役电厂的亏。若是刷走，毋着爱重新开始，可能阁爱开10档以上的时间来重新起。这段时间，咱全台湾，尤其是中南部的乡亲，就真正爱用咱的健康来换电啊。所以，恁若是想要吹冷气，无爱恁囝孙仔去热着，也是无想要牺牲恁的健康来发电，这票麻烦嘛爱转无同意。第3个公投是要甲公投甲大选绑做伙。就是讲，以后的公投敢若会当甲总统大选，也是市长大选做伙投票尔。大家敢会记得2018年，就是因为公投甲大选做伙投，所以造成大家拢伫内底投足久的。这毋但互大家排队的时间变长，最后阁哪开票哪投票。开票的过程中，阁影响到遐个咧排队投票的民众，互因会当观察开票来选择弃保。当初郭文哲就是安尼当选的。无的确，当初恁支持的候选人嘛，就是安尼才来落选的。而且你人甲事人做伙投，安尼你敢真正知影你家己咧投啥？这要选举的人，大家家己无用家己的选举，哪有人有时间有气力来甲你解说公投是咧投啥物碗糕咧？安尼就会互有心人黑白来操作。亲像我就会当发起一个公投，讲咱爱护动物，袂当黑白杀动物。然后我就甲大家讲，这就是一个爱护动物的公投。若是支持爱护动物，就要转同意。相信大部分的人拢会支持爱护动物。
毋过大家毋知影的是，即个爱护动物的背后是连猪仔、牛、鸡这些物件拢袂当杀哦，因为因嘛拢是动物啦。所以我提的即个案若是过，咱着拢准备食菜啊，是毋是真好操作？所以公投是需要时间，互大家来讨论、解说、理解的，毋是甲人做伙乌白投。所以你若无想要以后投票拢需要排队排足久的时间，而且公投乌白投了才来协会，这票嘛会当无同意。第4个公投是要完全禁止美国猪肉入台湾，理由是讲因为美国猪肉有3肉精，毋过美国牛肉嘛有啊，是安怎牛肉免禁，猪肉就爱禁呢？何况当初开放牛肉的时阵，也无国际标准，即摆已经有国际标准啊，只要超过迄个标准，政府就袂互伊入来台湾。而且开放并无代表一定爱进口，嘛无代表民众一定着爱买。这大家拢会当自由选择，公司若感觉贵、销路歹，伊就袂去进口，民众自然就买无。就算真正有进口，民众嘛会当选择卖去买。何况为今年年初开放到即马，嘛无任何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啊。就算以后真正互你买就好啊，这嘛要连续食5至10顿，逐工拢食33片以上的排骨的量，才会判白呢。所以差这真正无意义。毋过大家爱知影哦，即个公投若是过，咱甲美国的猪肉禁起来，这是会影响到甲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做生意的机会。咱的物件就会卖袂出去，也是会互人抽足悬的税，这是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。若经济无好，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，亲像物件会愈来愈贵，股票、房地产会崩盘。足侪公司会破产，所以足侪人就无通亏通做，也是找无头路嘛，无钱通趁。所以开放美国猪肉会当互台湾去甲国际拼经济，互大家拢有钱通趁，生活过较好诶，安尼敢毋好？所以恁若想要台湾经济更较好，物件袂到全世界大家拢有钱通好趁，美国猪就爱开放，这票就爱当无同意。为结论来讲，这4票拢爱当无同意。中国国民党想要把这张投票变做一个讨厌民进党、讨厌苏贞昌的投票。你讨厌民进党、讨厌苏贞昌拢无要紧，毋过袂当把台湾的未来赔落去。所以大家莫去互中国国民党骗去啊！即摆输赢甲任何政党拢无关系，这是有关台湾人民未来的生活。这4项公投若是拢通过，未来毋管是啥物人执政，拢无法度改变。台湾会欠电，有可能会有核灾，投票投到12点，物件卖袂出去，经济变歹的困境。所以大家若是无爱这种代志发生，拜托，这4张票就拢一定爱当无同意，好无？你若是同意我的讲法，请甲这个影片分享互你知影的人，互大家拢知影这个公投的重要性、严重性。这毋是一个讨厌民进党、讨厌苏贞昌的投票，这是一个有关台湾未来的投票。请大家4张票拢一定爱当无同意。好，我是Lisa，今仔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，为了把它起赞歌爱分享出去，还有电话关注朋友咧，嘛会每集把起只电话咧，可不可以小铃铛安尼较小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每集Lisa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